叫做《影響世界嘅大發明》。有啲咩好睇㗎？呢本書介紹咗好多日常生活中嘅小發明，而且呢啲小發明仲影響住全世界添。有啲咩啊？可唔可以介紹俾我聽啊？可以啊，呢本就係影響世界的大發明。我同你介紹嘅就係其中嘅生活篇同埋世紀篇。字的發明，古代人最早係用畫圖嚟記事嘅，後嚟人們逐漸將圖畫簡化成象形文字，例如中國嘅甲骨文、美索不達米亞人的楔形文字、埃及的神聖文字，之後先逐漸演變成各種文字。文字嘅發明使人類可以記錄下所有嘅事情，我們可以從書本上學習前人留下的知識同埋經驗。足球嘅發明，早喺戰國時期，古中國已經開始盛行足球遊戲啦。嗰一陣嘅足球係用皮革包住棉花做嘅，《水滸傳》入邊嘅奸臣高俅就係因為足球踢得好而深受皇帝寵信。現代足球運動喺1863年起源於英國，而成為全世界人民喜愛嘅體育健身項目。方便麵的發明，麵條係人們嘅傳統食品。從前人們為咗食上一碗熱麵條，要等好耐嘅時間。日本人安藤百福想，點解唔做出一種簡便嘅麵條呢？於是佢就用鹹肉湯同埋麵，又加入咗雞蛋，炸出咗鮮美嘅麵條。不過都係需要喺鍋入邊煮，點樣先可以更方便呢？佢將生麵條擺喺油鍋炸好，然後用開水一泡，麵條就變軟啦。1955年，第一批方便麵誕生咗。可口可樂嘅發明，可口可樂係而家世界上最暢銷嘅飲料，但最初佢卻係一種治療感冒嘅藥水。100多年前，美國人龐柏頓配置咗一種治療感冒嘅新藥水，味道好苦，所以就放在一邊。有一日，龐柏頓口渴，但係揾唔到開水，見到被放在一邊嘅感冒藥水就大口喝下去。佢發現藥水放喺嗰度幾日之後發生咗反應，味道由苦變甜啦。佢俾病人試咗一試，病人覺得藥水有一種特殊嘅誘人味道，可口可樂就咁樣誕生啦。真係諗唔到啊！原來可口可樂竟然係由感冒藥發明出嚟嘅。係啊，本書入邊仲介紹咗好多世界上唔同國家嘅有趣發明添。人類真係聰明啊！利用智慧發明咗唔少嘅嘢，改善自己嘅生活。各位同學，如果你哋有興趣，可以到圖書館借閱㗎。拜拜。